因為咧我自己做咗家長教育咧都有30年，我正好睇到其實媽媽咧一定要不斷去成長咧，然後咧先至可以做一個好媽媽，同埋應付到一件咁神聖嘅工作啦。1年前 Henry 咧打電話俾我嘅時候咧，就話我而家想搞一個課程，令到媽媽會做 Be a Better Me。我就覺得哇，有個同道中人喎，我二話不說就好，我哋傾下可以點樣真係做到呢件事啦，咁樣咯。創辦人啦 Henry 啦，同埋搞手 Emily 啦，兩位都係非常之有心，俾我一個好深刻嘅感覺。我諗喺第一次我同阿 Emily 傾嘅時候咧，已經好感覺得到佢真係好有心幫家長，同埋咧係對 training 呢方面咧嘅認識都好深。成個 program 裏邊咧係有一個 model 啦，首先就會有就係一位女士做一啲 motivate，我會好感覺到成個課程咧都係一個好有 empower 嘅力量，即係為媽媽加力。咁仲有咧係好全面啦，又講營養啦、教仔啦嚇，即係比較係一個完整。好多個家長都講，其實呢個 model 係能夠令到佢用喺生活所有嘅部分啦。啲媽媽你唔使成日局限，日日都諗住教仔啊，好應付繁忙嘅工作啦。嗱，咁而我見證到由第一個課程20人到。但係今日咧有50人，同埋咧今日咧嚟到參加同埋我班長裏邊咧，我睇到都曾經讀過我 course 嘅其中學生，有一啲之前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個面咧愁眉苦面，但係咧今日嚟到咧，我見到佢哋咧陽光滿面，由一個愁眉苦面陽光滿面已經好睇到呢個課程嗰個能量啦。即係我2次嚟都好多時都同啲家長溝通啦，咁我好感受到每個家長都感覺到得力嘅。咁仲有咧就係嚟到呢度咧都覺得學到好多嘢，特別咧係對自己去感覺到好大嘅成長啦。其實裏邊咧有一個非常核心嘅信息，就係你點樣可以愛到自己。甚至今日有學員嘅分享，我都好感動嘅。佢就話佢因為嚟咗，更加懂得欣賞佢老公，覺得老公係佢嘅神隊友，唔係豬隊友吓。OK， 我諗做咗一段時間，你發覺咧，你身份非常之多，有人嘅女。又係人哋嘅媽媽，可能係人哋嘅老闆，亦都可能係人哋嘅下屬。有陣時忙到咧，真係團團轉。好多時識得關心其他人，為屋企付出非常之多，忘記咗自己。咁我諗好多時都好攰，有少少無力感啦。咁我覺得參加呢個課程咧，係為你加力，亦都有一啲新嘅知識嘅 input，亦都識到一班好好嘅朋友。咁我喺由第1屆到今日第4屆，從家長分享裏邊咧，我好睇到佢哋係揾到呢部分，所以個個咧都笑住嚟到參加畢業禮，同埋咧係陽光咗嘅。咁所以如果你好想做一個好嘅媽媽，亦都係想喺個過程裏邊有啲 input 知識上面做得更好，亦都識到一班朋友喺精神或者知識方面咧都為你加嚟啦。你要嚟上 Be a Better Me，我哋大家同行為媽媽做更多嘅工作。